小腿肌肉伸展運動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拉小腿後方嘅肌肉，我哋會拉右腳先嘅，左腳前，右腳後。如果有埲牆嘅話，可以推牆，或者推住一張穩陣嘅凳，然後慢慢坐低，兩隻腳尖都要指向前方。如果拉唔到後方小腿，可以再向後踏一步，後面腳踭唔好離地，可以再慢慢坐低，直到你感受到後方小腿嘅肌肉拉緊，然後維持10秒鐘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記得後面隻腳要維持伸直，同埋腳踭唔好離地。完成後慢慢踏返向前方，然後拉左腳向後踏，慢慢坐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以上動作重複10次，每日1至2次。想知道更加多嘅肌肉訓練運動同埋拉筋運動，可以 click 入我哋嘅頻道裏面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